先生，我别放心的声，我看卖者。的声有安尼好好无？这几工啊吼，伊拢无想要讲话啦。咧困的时阵哦，一直咧做噩梦，毋是咧哭吼，就一直咧喊救命，一直叫人哦爱救伊，讲救伊。
我知影吼，你想要问我讲，我有要嫁予阿海啊，对无？其实这个问题吼，我嘛问过我家己几若摆啊。先生娘，我无想要甲你隐瞒，自头到尾，我的答案只有一个。我当然想要嫁予阿海啊，也毋过世间有足多代志，毋是你想要安怎就会当安怎。你还搁伫咧烦恼讲，会去伤害到阿妹是无？先生娘，我无遐尼伟大啦，我嘛只是一个查某人。我嘛想讲哦，会当嫁予家己所爱的人过一世人。也毋过，我若真正嫁予阿海啊，我就会希望讲伊会当全心全意爱我一个人。也毋过阿海啊心内，伊所爱的只有阿梅。哎呀，我莫想开啊啦！假使讲哦，我甲阿海啊变成翁仔某，阿海啊就会要求家己哦爱对我负责，我嘛会逼阿海啊对我付出伊的感情。安尼到尾啊，一定会伤害到我甲阿海的感觉。我甘会亲像安尼，我伫阿海的身躯边，家己身车养大汉，陪伴伊一世人，安尼我就真满足啊！我本来还阁想讲，你生是免无一个老母伫身躯边照顾，为着替你小设想。假使你若真正无要嫁予阿海，我就想办法去甲阿妹找到。先生娘，敢讲你知影阿妹伫倒？你毋通过度花啦！假使阿妹肯转来吼，你先甲阿海啊一定足欢喜的。话袂用安尼讲，我即摆是毋敢有即种想法，因为听你讲这个话了后，我知你对阿海的感情遮深。
春潮，咱倒来到厝啊，即摆要过雨顶哦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阮转来啊！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绿象，你是静文吼？绿象，静文，我是阿哥啊，阿哥，我是阿妹阿哥。阿哥，静文啊，静文，阿哥甲你讲，你是阿舅，我是阿金。静文，叫阿舅。阿嬷是有常常提起过阿哥，不过伊从来捌甲我讲我阿舅甲阿金。静文，伊甲我拢是你的亲阿母，对？阿妈有伫无？静文啊，对啦，静文啊，阿舅哦，甲阿金头一摆来看你，也毋知影你介意啥物，所以哦，阮专工去买一台火车，你有介意无？火车，哇，足水呢，够大台的。我旁边嘛有一只小台，你要去看卖无？好啊。阿妹啊，若有代志，敢同我讲下？上过我看卖好，以后我细汉，我惊是会伤心。阿哥，较紧嘞！哦，来啊。快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是哦，你看，这拢是我的红阿面。这样济哦。是哩哦。这是我顶年生日的时阵，阿嬷买予我的呢。啊，这是今年过年的时阵，阿嬷买的。还有，这吼是我上喜的，我足拼，考一包，阿嬷才买予我的呢。静文这个好诶。静文，阿妈上听你对啊，这拢是阿嬷买予我的。春潮啊，你有看到无？你上思念的静文已经遮大汉，你有看到无？阿哥，你手摸迄啥？静文啊，阿嬷回来呢。阿嬷，我在这阿我冲水互你洗身躯哦。嬷。哈。阿嬷，阿哥回来呢。阿母，阿妹，阿嬷，阿哥甲阿金嘛回来啊。陈新娘，我是阿青啦，你还阁会记哦？你是春潮的阿兄啦。恁来阮兜要创啥？亲，我有一寡话想要甲你讲。死了，伊是安怎死的？喜乐，这几年来，伊带雅芬去桃园食头，为着惊阮烦恼，连破病无钱通带病，伊都不爱甲阮联络，
是我这个做阿兄，看伊讲咱遐久无转来，袂过心，才走去找伊，才知影讲，伊带去了莫期，结果袂赴通治疗，就全安尼去啊！罗先生，恁小妹的代志，我感觉真同情伊，啊，毋过我无了解，这甲我有啥物关系？若毋是你甲赶出去，伊嘛袂凄惨落魄，伊嘛袂去死咧他乡外地，你敢知影？伊即马才几岁？人的生死是无分老或少的，这是天公伯啊，早就注定好报。你敢无听人咧讲哟？棺柴是底死无底老，几岁拢嘛共款。但你讲的是啥物话啊？无彩你食到遮大岁，你讲的话敢有天良？较好较歹，村长啊嘛是你的新妇。伊早都毋是我的新妇啊！他说你若知影讲，恁小妹有做出啥物对不起阮林家的代志，我知，我拢知，伊拢有甲我讲过啊。因为拢有甲你讲过，安尼你应该就知影，我是安怎样。因为我的后生，就是去互伊害死。这嘛毋是挑伊讲的，伊嘛是叫调查局的人骗去的。恁后生的死，伊嘛真冤伊家己。你敢知伊伫台北找我的时阵，逐工食也毋食，食困也毋食困，定定困到半暝啊，爬起来哭到是偌凄惨呢。一直甲伊带气落死，伊都无法度原谅伊家己。但伊即马用伊一条命来陪你林家，感觉安尼还佫无够心。我无咧稀罕你一条命啦，你免甲我讲遮啦。因为拢无出来通活我倒转来，啊，若无我永远都无可能原谅伊。但你讲的是啥物话啊？你讲安尼敢对啊？我做人的大家，安尼讲安尼敢对啊？无然你就毋知你讲的话，敢真正会听你。好啊啦，讲来是对唔对？阿母，上课的个性活就是较急啊，其实无啥物歹意啦。无歹意，你敢知讲迄个话外乡叫？我是实话实讲啊，我有啥物保证啥人唔少？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讲，你这尔激动哦，代志愈不愈复杂啊！当阮村长啊，就过身去啊。较早的代志哦，我也袂甲你计较。我干那要来拜托你，阮村长啊是你林家的媳妇，拜托咧，我头有你甲我收起，入恁林家的公嘛，拜托咧。我头有你甲我收起，入恁林家的公嘛，拜托咧。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母，我袂甲你讲到遮尔。罗先生，你请。你想要赶我走，我就敢若唔走。你即马是安怎？安尼啦，你出门要到遮死地定点，哈？你要甲我登落满是无？哈？事在你安怎讲啦？规定哦，你骨头若唔甲我提去哦，你就用十台拖拉机来甲我拖，我就唔走啦。我敢若要死顶在遮啦。你唔走吼？你我当做你莫走。你想讲我查某人就好欺负？阿梅，去甲我叫警察来，即马出去！上好啊，上好啊！叫警察来！看你要叫警察来，赶什么人无要紧。好啊啦，阿母，咱逐个拢是家己人，哪会讲话遮大声要创啥啦？我看哦，即马天也暗啊，逐个拢忝啊，先去休困，有啥物代志咱再讲好无？哈？啊，对啦对啦，先生娘啊，哦，我实在足忝啊，足想要困的啦，歹势啦歹势啦吼！阿雄啊阿雄啊，来啦！唔啦唔啦，伊都唔甲我提去，我就敢若唔啦。你即马是咧甲我回安怎？你即马是咧安怎安怎安怎？我讲话拢对啦，安怎？阿雄，那安尼好无啦？这样代志我会解决的，你先去休困。上课，你的村长，我甲你拜托好无？
好困啊吼。你阿郎，你去倒？阿母，好啊，莫生气啦，咱是礼拜休困吼。阿妹，有一件代志我袂甲你讲嘞，什么代志啊？王妈过身啊！你是为着要救静文甲你生，才毋是伫遐海底。哪有可能啦？阮阿爸是讨海人，伊做成这么好，伊哪有可能淹死啊？你听阿母讲，你袂用个转去，你即马袂用个转去啦。我啥都袂用转去。阿母，阮阿爸已经过身去啊，我转去看一拢袂使笑。阿妹，你听阿母讲，你行转来离婚协议书海啊，还袂签你的啦。哎呀，我咧等你。真无，毋通阿海啊就讲，阿舅啊搁较讲，因为伊还搁咧等阿海啊。其实阿海啊，甲阿舅早就结婚啦。因两个毋若还袂结婚呢。即马话搁讲倒转来，你还阁是阿海的某呢。伊海也对你的感情，搁加上你是你生的人某，阿海也是绝对无可能放你走。你敢知影平安这几年来我拢是阿舅一个人伫咧照顾。假使你若怎安尼倒转，阿舅也要安怎？你叫海啊，以后是免哪去面对阿舅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即马连皮夹都袂当转去看你做啥？阿妹，讲一句较自私的话，即马伫所有人内面，阿母上毋甘看到你艰苦，啊，毋过你有想看觅无？假使你若就安尼倒转去皮夹，是毋是所有的痛苦都拢会当结束？恁一家口仔三个人，是毋是会当安尼快乐过日子？因为你毋通袂记，伫个这中间，还阁有一个阿舅安尼。阿母也毋是讲你袂用来倒转去。我是要甲你讲，这件代志，你若是要做决定以前，你应该都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不管你做什么代志，阿母一定拢会支持你。想袂到连我阿爸死去，我要去感谢他头都袂使。阿母，我足艰苦，我心我足艰苦。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
拜托一个好无？你莫惊啊啦，困啦。我毋困啦，迄个老查某看我真刺插的，凡是伊会当我囥了床入面吼，啊用草索甲我捆的，啊总甲弹出。你是起笑笑，啊你是声遮尔大声，人是要安怎甲你办？迄哪有一定？伊迄人笑笑呢，犯者半暝后偷走入来，啊甲村长啊抱走的，啊全走去海边啊乌白野，安尼要安怎？歹气啊上，你遮黑白想话要讲。毋管你安怎讲啦，反正哦，我这个做大爷的吼，村长干那这个心愿尔，我一定爱替伊完成啦。好啦，那安尼哦，你就求天公伯甲你保庇啦，保庇你莫拄久啦。啊，若无你真是哦，万一村长若是无去哦，你就要哭无目屎。别，啊这啥了我袂讲，啊你困你的啦，你莫吵我好唔好？这门关起来啊。囡仔就是囡仔啦。拄啊吼，还搁咧讲厝诶，哪会转来遐济人？我一个要叫伊困吼，还搁拄啊吵讲无爱困，嘛才1万年啊尔，怎就随困到安尼啊？阿母，啊你敢逐工拢爱压这门困啊？我只有甲剩1文尔，我都要好我陪伴伊，好我甲疼惜。啊若无，我毋知我会当疼惜啥物人。这门的皮毛脆啊，实在讲咱遐就共了。有影正讲，啊毋过吼，这门的个性就是较软正淡薄啊，这嘛是袂用个怪。因为伊的脚都较无方便。其实村长上放袂落心的都是政府。阿母，你知影无？村长要过身之前，伊一直甲我交代，伊讲叫我一定要带伊转来故乡看正面一撮。想袂到连最后一个愿望都无法度达成。我若看到正面，我就想着雅魂。雅魂好无？雅魂真好，村长甲伊撮啊真好，伊嘛真乖。村长过身了后，我记迄天，雅魂目屎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伊徛踮咧遐拢毋敢哭出声。雅魂这个囡仔实在真捌代志。伊惊讲伊若哭出声，阮会替伊烦恼。要毋过伊愈安尼念吼，我看生活是愈艰苦。对啦，阿母，之前你甲村长赶出去，我叫是你对伊啥物误会，后我才知影，是村长甲我讲的。原来迄张物件是伊甲讲出去的啥？我知影伊毋是跳工的，啊，毋过若毋是伊，调查局的人，免来去查到检举无存的证据。我这做人的老母，搁较安怎有度量？我嘛永远无可能去原谅伊，我嘛永远都毋肯去面对伊。也毋过阿母，村长甲阮阿兄拢已经往生啊。搁再讲阮阿兄是你上思念的人，嘛是你上疼伊的人。村长是阮阿兄的母，嘛是正门甲雅魂的老母。阿母，你想看卖啊？村长嘛真辛苦，才
这人啊，阮饲到遮大汉，敢讲，你忍心看伊倒在外口，做一个孤魂野鬼笑？阿母，我求你啦，你互春条转来咱林家好无？你可能都会认为讲我足无情的，啊不过阿妹，你敢知影什么才是上无情？时间才是上无情的。我已经老啊啦，我嘛感觉我足忝足忝。这件代志，就交予你去安排。阿母，啊你真是答应春条转来咱林家是？啊不过，你都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千万唔通互进门知影这件代志，因为我早就甲伊讲，伊老母已经死了。阿妹倒转去陪嫁的代志，你即摆到底是打算要安怎？阿母，我敢有其他的选择啥？虽然阿 Q 也要嫁阿海，也毋过因两个生活遮尔久，恁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假使我若转去，安尼就敢若袂输我要拆散因共款。有当时啊，我感觉讲，你都较自私咧。其实我就是一个真自私的老妇妇。我常常离开，是我家一人艰苦难尔。假使讲我若转去陪嫁，毋是干那阿海啊甲阿 Q 会感觉为难，恐惊连李心嘛会感觉真艰苦。我已经无尽到一个做老母的责任。敢若希望，李生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。就算讲伊一世人无要认我一个老母，安尼我嘛甘愿。希望以后有一天，医生会当了解到你对伊的苦心。我毋敢孝顺遮尔远，我嘛毋敢想遮个代志。也毋过阿母，我做思念你心，就是要看伊一面。就算讲是最后一面，